礼拜10月13，就是罢免基隆市长谢国良的投票日。今仔日谢国良透早就甲侪国民党的立委做伙去市啊争取支持，呼吁市民就要来投无同意罢免票。另外一边，罢免行动的志工是出来指控讲因受到网军的攻击，佮公开因囡仔个资等等。因也支持青鸟行动的团体，嘛有发起回乡的列车，要帮助少年辈回去投票。我们10月13号要站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。一个阿嬷甲基隆市长谢国良揽调的鼓励伊加油，因为谢国良的罢免案将会伫咧13投票。谢国良由几多位闹会陪同，到基隆信义市场拜托，强调最近因为风台过境，市府全力伫咧救灾，伊也无用伫咧勘灾，暂停反罢免的行程。希望市民会当看到市府团队的用心，出来投无同意罢免票。基隆市府在这1年8个月是有很多成绩的，是有努力做事的，所以在这一次的投票，拜托大家一定要支持我们基隆市府，支持国良，投出我们的不同意罢免票，反对网军，反对霸凌，不同意他们这种政治斗争，让基隆的市政好好做，让基隆人好好过生活。谢国良请市民支持。因那铁量志工是伫民进党市员陪同下出面指控，斗相共铁量活动以来，和网军攻击，即马就要投票啊！网军竟然还阁利用因囡仔个资，互伊无法度接受。他开始用我小孩的名字做假账号，然后在下面留说我是个不称职的家长什么的，我就开始觉得非常恐慌。包括铁量团体也甲支持的团体发动返乡列车。强调有无出名的人士提供经费，要帮助伫咧外地工作求学的青年，13会当回来投票。用返乡列车的方式，然后让基隆青年可以不用担心返乡的成本，然后可以搭我们的返乡列车，然后回基隆行使他们的公民罢免权。对铁人行动的动作，那也是全力动员反击。包括前总统马英九将会再一遍到基隆扫街听谢国良，12暗将会举办造势暗会，包括主席朱立伦等人拢会到场支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